请收看《民视6点晨间新闻》。大家好早，今日是7月23，禮拜四。你今麥收看是《民視6點》的台語新聞，我是廖天英。第先要來關心吼，即台灣有一個旅行團日前佇俄羅發生了車禍，5名團員就輕傷啦。送到病院了後是無啥要緊，吉林港繼續走因的行程。但是這件交通意外，煞佇中國國台辦的記者會頂，互因提出來練咯。國台辦宣稱第一時間因就出來協助，佮話話講兩岸同胞攏是中國人。對於這部分，旅行社就表示，迄當陣就已經做好送到病院處理，是旅客私底下聯絡的。另外，台灣陸委會也嚴正的呼籲，即國台辦莫閣佇遐烏白牽拖，用統戰來佇咧分化。